榮幸，也邀請到各位來到我們這個現場，我們一起共同見證這個非凡的成就啊！這份榮耀絕對不是一個記錄了，更是一個3代的人的努力、堅持還有傳承。30年嘅歷史，所以對我嚟講食呢個長麵咧，唔係一種醫補嘅，係呢個嘅心係 soul food。